之前美国研究指出讲，逐工早起啉咖啡的人，比规工拢会啉咖啡，也是暗时啉咖啡的人哦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是较低。国内有医师是表示讲，可能是因为咖啡因会影响到困眠，造成较悬的疾病风险。寒天早起，真侪人会啉一杯烧烫烫的咖啡，较有精神。有医师引用美国的研究发现，研究甲受测者分做早时啉咖啡的人、规工啉咖啡的人、甲无啉咖啡的人。经过10年的追踪，发现早时啉咖啡的人，着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明显较低。早上会喝啊，上班前就是喝一杯咖啡，仪式感吧。早上、下午都会喝一杯，是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点喝太多咖啡，所以应该也没有那么在乎健康相关的事。可能是跟生活形态有关系。第一个，比如说可能早上喝咖啡的人作息相对正常，当然也是有一些推论来自于咖啡因本身的特性，比如说可能太晚喝咖啡因的人，那可能会干扰你的睡眠习惯啊，或者是干扰你的生理时钟，也有可能。医师分析，这可能甲咖啡有抗氧化、抗发炎成分有关系，更加重要的可能是甲生理时钟有关系。因为早起啉咖啡的人，暗时的困眠较袂互咖啡因影响。凭暗时啉咖啡的人来讲，生活作息较正常、较固定，身体也就较健康。应该都是上午前吧，对每个人的健康。如果有帮助的话，其实是好的。饮食本来就是很因人而异啦，但是倘若你本身有睡眠相关的问题，其实就可以试看看呐。那假设你又咖啡又晚喝，你可以试试看提早喝，看是否不同的生理影响。医师强调，这个研究结果虽然显示早起啉咖啡的人，有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较低，但是无法度推论早起啉咖啡会互寿命较长。医师建议民众有时要注意家己的生活作息，维持整体健康生活管是较重要。记者郭文林、约凯台北报道。